你兄弟姊妹较早，希望恁拢有得到好的休息。今仔早起足侪人问我，讲我有困了好势无？逐个人毋免烦恼，这是逐个人的关系。咱要继续第二讲，即个第二讲呢，我爱拍较侪物件，因为咱只有4讲尔啦吼，搁挂一个主一个讲道，因为我要讲四本福音书，搁包括保罗，所以第二讲呢，我甲马太甲路加、使徒行传，拢甲伊一做伙。时间虽然安尼嘛是真短啦真正要讲甲你看这偌济迄落呢？马太28章，路加24章，使徒行传搁28章。你想遮济物件要伫共款甲马可共款的时间内底讲好了，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啊！所以我希望逐个人较专心的较专心的。即个马太路加甲使徒行传是安怎会当放做伙讲？因为因 share 两个共款的物件，就是马太伊是参考马可写的。咱出来昨咱讲马可用较济时间，因为马可伊 set up 即个 format 叫做 gospel。自从伊 set up 即个 gospel， 伊是第一个人写出 gospel。伫伊的进程，莫讲是圣经，伫马可写马可福音进程以前，伫希腊罗马的世界，嘛无一种册，也是一种故事叫做福音。有即个字，有即个福音是啥货？迄阵的罗马皇帝阿古斯都Augustus， 伊出世的时，迄个罗马的后来的即个历史学家讲 Augustus 出世的时，迄是 The Gospel to the Roman Empire。有即种的讲法，所以马可选即个字来讲耶稣基督的出世甲伊的一生的故事是要甲罗马皇帝别个苗头。恁讲皇帝，罗马帝国的宣传机器，讲因的皇帝出世是迄个罗马帝国的 good news。毋过阮基督徒讲耶稣出世就是即个咱伫圣经内底读到的即个 Christological titles 包括和平的人君、上帝的囝、万王的王。我甲恁讲，遮个拢总是 handpicked 的 title， 是安怎呢？因为遮个 title 伫迄阵的 Greco-Roman world， 迄阵的希腊罗马的世界，拢总摕来形容皇帝。毋过基督徒大声向罗马世界讲 ，no， 毋是罗马皇帝是和平的人君，耶稣才是；毋是罗马皇帝是万王的王，耶稣才是；毋是罗马皇帝是上帝的囝，耶稣才是。你知迄上帝的囝迄阵的罗马帝国逐日拢看到呢。Augustus 伊发行的即个钱币逐人做总统、做国王古早一定是安尼发行钱币。迄钱币顶悬当然有迄个皇帝的人头嘛，到即嘛拢采取共款的。毋过 Augustus 的钱币有一行字 ，Divi Filii，Divi Filii 是啥物意思 ？Divi Filii 就是有嘛声 ？Divi Filii 就是 Son of God。Divi 的 divine 嘛 ，D-I-V-I divine 的缩写 ，D-I-V-I 4字 ，Filii 是 Filius， 就是囝的意思。Son of God， 迄阵的罗马的世界，所有的老百姓逐日咧用钱去菜市仔买菜，就看到 Son of God， 煞咧迄粒人头，啥物人？皇帝阿古斯都，阿古斯都是啥物人？耶稣出世的时，讲阿古斯都做罗马皇帝。所以福音书写讲 Son of God 是啥物人？是耶稣啊！
迄是一个互别苗头呢，是硬碰硬的物件。因为迄个世界毋是无人讲啥物人是三老教，是讲皇帝是。啊，你公然讲吼，耶稣才是，这个是叛国的呢。伫迄个世界是安尼，咱毋好袂记迄阵第一代的基督徒，我呢真勇敢。伫迄种的环境下面，人拢讲皇帝是这，啊，毋过遐个态度吼，遐个头衔，基督徒拢甲招来放伫耶稣的身上，讲恁这毋是，阮所相信的耶稣才是。可差不多除了基督以外，吼，基督是弥赛亚吼，弥赛亚这基督的意思就是讲 anointed 吼，受抹油的，迄是弥赛亚的意思。除了弥赛亚也是基督，这是犹太人特有的吼。因无讲迄个阿古斯都是弥赛亚啦，因为即个传统只有犹太人有。啊，若无 otherwise 其他的，咱今仔日知影耶稣的。态度吼，除了两个以外，基督啊甲 Son of Man， 甲人子，即两个是只有犹太人的圣经才有的，因的传统才有。啊，若无其他你知影遐吼，拢总是罗马皇帝的态度。所以你知影讲这个圣经的作者吼，迄阵我呢真勇敢吼，迄是挑工要甲即个罗马的权威吼正面对抗。所以马太甲路加丰富咱称呼耶稣的态度，因为下骹特别是路加福音吼，即个路加福音是因为路加是迄个要甲福音带到地极的嘛，吼，伊一定是讲耶稣是吼甲罗马皇帝吼是正面对冲，所以咱后壁讲到路加，咱先来讲马太。马太甲路加，我拄则讲吼 ，share 两个 commonality。第一个就是即两本福音书呢，拢参考马可。马太也参考马可，意思就是讲，因有一本马可伫因的桌仔顶。马太咧写伊的福音书的时，伊有一本马可会当看。路加也相像，伊也有一本马可会当看，这是第一项。第二项。马太甲路加吼，拢参考另外一本册，除了马可以外，因阁共同参考哦。independently， 我来讲 ，independently 因拢参考马可，啊有若 independently 阁参考另外一本册，这本册呢，真 unfortunately 今仔日咱无流传落来。这本册，毋过因为保存伫即个马太甲路加，所以咱会当 reconstruct。就是讲甲吼，你要安 reconstruct 呢？因为你会当甲即个吼马太甲路加吼共款的经证吼，扣掉马可。我讲过啊，因两个拢参考马可，所以若伫马可有出现的，你拢扣起来。啊，煞来去看讲因有啥物共同的所在？迄个共同的所在吼，就是即个失传，今仔日无流传的一本册。啊，因为迄本册，逐个人毋知影讲伊本来叫做啥物名，所以今仔日吼这。圣经学者互伊一个代号，叫做 Q 啦，英文字母的 Q。这个 Q 是啥物意思呢？是对这个 Quelle 吼 ，Quelle 是德文的，这德国学者发现的。这个物件叫做 Quelle，Quelle 伫德文内底吼是 source 的意思，资料来源的意思。所以马可是其中的一个，这是知影名的。啊，今仔日嘛有流传到今仔日，毋过另外有一本册。马太也参考，路加也参考，即本册无流传到今仔日，啊，毋过会当重建，将因两个人扣的共同的部分扣掉马可，安尼就是剩的。即本册伫真内底吼，就是讲现存在马太跟路加里面吼，差不多有200几章，有200几章。哦，啊，当然真正即本册若真正流传到今天吼，有可能毋拿即个数字。因为因咧选择吼，因咧选择的是可能有取舍啦，吼，马太甲路加可能拢有取舍，所以阮知影讲这可能毋是全貌，要毋过200几则可能有够济啊，有够济，特别是阮对马太吼，伊的引用的习惯，阮知影讲马太吼不用则已，马太一用就几乎90%以上都借用。
马可福音总共有664节的圣经，你毋免算，你下暗若困袂去，你会使去算。16章内底664节，664节里面，你要看卖偌济节出现伫即个马太福音。马可有664啦，啊马太引用伊偌济，你敢知？啊？606，安尼你若甲计算机甲叠一下吼，就是讲马可福音的91% 的经文拢互马太借用，啊绝大部分拢原封不动。这就是是安怎？咱有当时会感觉讲，这似曾相识啊！这个圣经怎啊像迄堆看到吼？马可看到，马太看到，迄拢无奇怪，因为伊借用马可91% 的经文，所以因为马太引用马可是即种习惯，91%。所以阮知影讲马太若引用即个所有的 Q， 虽然今仔日无，毋过可能啦，照即个马太的习惯，伊可能有若90以上的 percent， 伊就是我讲过来，他不用则已啦。即个马太有即个习惯，不用则已，一用就几乎。这今仔日你若写论文安尼写是袂使。毋过伫迄阵这是一种 tribute， 这是一种 honor， 这是一种 honor。咱毋好用现代人的习惯来判断过去的人的习惯。现代人这叫做剽窃智慧财产。你若是古早，这就是我看会起这个作者，我 admire 我 respect 这个人，所以我将伊的物件拢保留伫我的册内底。这就是马太，所以咱要看这个马太。啊，这个 Q 是啥物物件呢？马可福音咱读会到，毋过这个200几节的这个会当重建的这个 Q 其实是拢是言论集啦，耶稣的话。毋是耶稣的故事，是耶稣的 sayings， 伊有顺序啦，伊有排顺序，那像迄个加言录安尼。耶稣所讲的话大部分拢出伫，可比讲啥呢？可比讲主的祈祷文啊，可比讲山上宝训啊，这拢真重要嘛，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啥物货人有福气，这你伫马可无读到啊，这拢出伫即本册。这本已经失传的册，主的祈祷文有重要无？真重要啊！出伫佗？无伫马可，马可无主的祈祷文，出伫这本册啊。所以马太也有，路加也有。所以咱今仔日先来看这个马太，是安怎马太？马太有伊的 moment of truth 啦。我昨咧讲咱即摆的主题叫做 moment of truth， 真理的时刻 is always now。Albert Schweitzer 讲，约翰福音嘛讲是要到，现今就是。所以因拢咧讲因的真理时刻，伊是安怎要写这本册，要传达啥物真理？迄个真理甲伊迄阵的处境有关系。所以马太的处境是啥？我要甲大家讲，马太的处境时间轴来看，伊比马可晚差不多15档到20档，15档到20档，差 2 decades。迄阵就已经情势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这个马可的情势就是主后70年，迄个关键期，迄个左右啦，主后70年，迄阵就是遭逢巨变。昨我参加的小组有人咧问我讲，迄会当甲今仔日的啥物种马太就讲圣殿失去这个物件，今仔日会当啥物话形容？我讲我想咧我用911来形容，毋是讲真正咧911，咱911是炸着 World Trade Center New York， 有迄个 attempt 要炸即个 Pentagon， 甲伫恁遮附近。我讲911呐，准讲毋是炸着遮，是炸着白宫。你想迄个冲击偌大？迄个心理上的震撼，你911弄着迄个 World Trade Center New York Pentagon 对迄第二日就讲 America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你迄个头条报纸的头条就是讲，这个代志以后就是一个代志的分水岭，是安怎？因为冲击伤过大，对美国人来讲，
即个圣殿自后70年，圣殿失去，对迄阵的犹太人，迄阵的犹太人包括啥？包括后来的基督徒，包括第一批的基督徒，因为第一批基督徒就是对犹太人中间人，对因来讲，就是迄种的911，毋过毋是迄个，是911弄着白宫迄种的911。若准讲是安尼，迄个冲击差不多，我当然当想象是安尼啦。所以你会想讲迄个冲击偌大，一定是人讲 Palestin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真正是安尼，迄阵若有头条的新闻就是变安尼。所以是安怎马克伊一定爱将3章的圣经节拢在讲圣殿，在讲耶稣甲圣殿的关系。所以马太是伫即个代志的差不多15档到20档以后发生。迄阵已经啥物情形？当然，迄个第一时间的冲击已经小可过啊。要毋过，迄个 aftermath 迄个后续是深远的后续。昨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即个圣殿失去6个主要的犹太人的团体，4个无去，剩2个，你会记啥物会无？法利赛人甲耶稣的团体，就是后来的基督教会，后来变做基督教会。毋过伫马太的时即个代志还未真正产生，就是讲教会还未真正。咱讲到迄个约翰福音的时，就会讲到，就是讲啥物时才基督徒才感觉讲，阮毋是犹太人的团体之一啊。一开始的时是犹太人的团体之一，毋过因的差别就是讲，阮相信弥赛亚已经来啊。教会一开始的是伫犹太人的群体，因迄个拢伫迄个，你看耶稣因拢伫耶稣要伫迄个会堂咧讲道啊，伫 synagogue 犹太人的教堂啊，会使安尼讲啊，伫 synagogue 伫会堂咧讲道。保罗嘛是安尼啊，保罗我讲过，保罗的是伊到一个所在，拢先去找犹太人聚集的所在，去会堂去找遐。想要 convert 遐个人做基督徒，保罗的讲法是啥？我讲保罗的是会详细讲，毋过基本上是伊去甲遐个犹太人讲，恁敢知影？弥赛亚已经来啊，毋是还咧等。Why？ 耶稣是弥赛亚，较有可能耶稣向顶死呢？这就是迄阵的传福音的上大的一个障碍。所以马克，我昨讲马克的伊的一个信仰伟大的信仰传承就是伊伫圣经内底，伫以赛亚40章到55章，伊找到弥赛亚会当受苦的圣经根据。伫伊找到即个根据之前当然遐个圣经节早就拢有伫遐，毋过无人甲无人将迄个受苦的仆人即个诗摕来甲弥赛亚甲伊连结，所以马可福音是创举。所以我讲他是一个伟人，我真的不知道他如果在今天的话，他应该是足侪人讲伊是圣马，我感觉伊是名至实归啦。真正是他的创举，你想嘛？自从伊写一本册叫做《福音书》，用迄种昨我介绍的迄种方法，包括 sequence， 包括 story 是照应 Exodus， 就讲这种物件拢总是对马可来。自从伊写即个 format 出来了后，马太对，路加对，虽然因的 emphasis 无相像，毋过迄个有人已经设下一个非常宏伟的结构，所以两个人拢 follow suit， 拢称呼因的册叫做福音书。马太也称做福音书，路加也称做福音书。毋过我今仔日就是要报即两本福音书因安怎补强即个马可，安怎 improve。安怎互马可变做搁较好？马太伊感觉讲马可真好真好，我讲创举啊嘛。但是马可有一个可以更好的地方，是安怎？啥物所在？就是讲马可拢无讲到摩西的5经，就是律法啊咧。对犹太人来讲圣经上重要，旧约圣经我伫遮讲，就是你知影的圣经的遮个人伫新约圣经你拄着的人，不管是耶稣也好，彼得、
保罗啥物遮个人，因手中拢无新约圣经。咱有当时也会忽略即项代志，因手中有一本圣经，迄本圣经就是今仔日咱的旧约圣经。咱出来引用圣经来讲耶稣的故事，我昨讲30个圣经就会当互马可写一个耶稣的故事。引用迄阵因知影唯一的圣经，就是咱今仔日的旧约。迄阵的新约圣经还未存在，新约圣经大概到第2世纪以后，才渐渐成型。就这个物件拢写出来了后，才渐渐成型。毋过因咧写的是新约圣经还没有存在，只有旧约圣经来行。所以旧约圣经的特别是对犹太人上重要的部分，就是头前的5本册啊。旧约圣经的 Genesis 创世纪。一直到新明记，即5本，迄阵叫做 Torah， 还是 Instructions， 还是讲 Law Book， 摩西的5经，摩西的律法，所以对犹太人来讲是上重要。毋过马太感觉讲马可拢无讲到这。马可讲耶稣的故事的时真少讲到摩西的5经，不但真少讲到，伊个。甚至在讨论像讲安息日的条例啦，像讲洗手啥物货叫做清气。马可还阁甚至讲这毋是遮个外在的物件，是会将人创无清气啦，impure， 是你的心内创无清气。即句话有可能互人解读做马可福音无真honor 即个犹太人上重要的一部分的圣经。马太感觉讲我若要直接摕马可福音去甲犹太人传耶稣，可能会遇到障碍，因为你都无讲到阮上重要的物件，无讲到。何况即2个团体幸存的自后70年迄个灾难过那像一个台啊，毋过过了后，2个团体存在，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基督教会。法利赛人他可是很重视摩西五经，所以马太是咧甲法利赛人竞争的，竞争啥物人？竞争犹太人的向心力，竞争犹太人的信仰的向心力。因即马犹太人已经死线，毋过啥物人咧竞争因，咧争取因的 support。2个团体尔，只有剩2个，一边是法利赛人，一边是马太做主体的即个。当然是教会啦，毋过伫教会的所有的团体内底上认真争取犹太人的，就是马太背后的即群人。我请咱看一项代志，就是每一本福音书你拢会当想象讲，每一本福音书后壁拢有一群人啊。你会当用今仔日，当然即个讲法无讲足 precise 无真完全100%的准确度啦毋过无法度通形容迄阵遐个人叫做啥。所以我姑且大略甲伊讲，马太有马太的教会，马可有马可的教会，路加有路加的教会，约翰有约翰的教会，因背后拢是一间教会啦。毋过当然因无一定用即个名词，迄阵遐早还无。毋过用今仔日咱听有的，就是4本福音书背后有4间教会。马太即间教会因上热心的代志是啥？要去 convert。迄个 Jewish people， 其他的背后的教会也无遐认真，马可无遐认真啦。马可的对象80% 可能毋是犹太人。约翰约翰是伫外口的即个犹太人若路加就完全毋是，路加的对象伊的 target 是完全的100% 的 Gentile。所以对象无相像 ，location 无相像，时间无相像，拢影响因安怎 present 耶稣。所以我伫遮爱报咱一个观念。有人讲咱的圣经新约福音书是4个耶稣的故事无毋对，咱有4个耶稣的故事。毋过这4个耶稣的故事毋是4场耶稣的像。我知影咱中间有人真会晓翕相，姚东长老真会翕相
你知影翕相吼，就足准确嘛。你的相机若真好吼，迄脸上的皱纹啥货拢看啊一清二楚吼。你翕起来吼，翕起来。耶稣，咱的福音书毋是4张耶稣的相片，毋是迄种的物件，毋是 factual 的 Jesus， 是 contextual 的 Jesus， 就是讲是4张有人画4张耶稣的图啦 ，portrait， 毋是 photo。咱有当时啊读福音书吼，拢会想讲迄是有4张耶稣的 photo。耶稣的 photo 准做你踅一个角度踅，咱看会出来讲这就是共人嘛。毋过若 portrait 吼，就无啥相像。你讲毋过我足想要知影 photo 的耶稣啊 ，precise 的耶稣啊，耶稣遮是毋是一个酒窟啊，还是啥物货？我想要爱知啊。毋过真可惜，吼有若好甲知 ，Thanks be to God， 咱的福音书无安尼想，福音书的作者无互咱耶稣的照相的相片。伊互咱4张耶稣的迄个图画 portrait， 这亲像啥？你敢知影？相片吼无这无啥物 offense 吼，这相片无即个画图的价值。恁偌济人捌去过巴黎的罗浮宫？有看过蒙娜丽莎无？嘿，我甲恁讲。若准讲达芬奇的时代有照相机，翕一张达芬奇的相，甲达芬奇画一张迄个蒙娜丽莎，你要爱倒一张？当然是画的啊，系啊，迄张就值钱啊，翕一张相无稀罕啊。因为你画图虽然无迄个相片吼遐尼逼真，无毋对，相片足逼真，不过画图有迄个艺术家。画家伊的想象力，伊的色彩的变化，拢总伫内底。你若讲迄阵有留一张蒙娜丽莎留一张相片，甲迄个达芬奇画的即张蒙娜丽莎相片，互恁家己摕转。蒙娜丽莎迄张图送我想恁逐个人拢做同款的代志。出来咱的圣经无互咱4张耶稣的相片。是互咱4张耶稣的图，所以图既然是图，你的画法，我的画法就无相像，所以咱毋好想象讲这是4张相片，只不过就是踅无共款的角度咧看耶稣，毋是安尼尔尔，因是4张无相像的图。马太的图，是为着要爱甲法利赛人竞争 Jewish people 的 allegiance。因的向心力，这是马太的 target， 毋是其他的图的 target， 毋是其他福音书的 target。马太只有咧创这项代志，伊要安怎创？伊感觉讲马可吼，无真适合伊做这个代志，因为马可连摩西五经都无提起，所以马太伊做一个增补的动作。这个增补的动作吼，伊是。几啊个sub steps， 我伫遮报咱知。第一步，马太马可伫遮，伊先甲600几节拢总摕来。迄个故事的 sequence， 我昨讲迄个 Exodus in reverse， 迄个 sequence 伊拢照，伊拢完全照即个马可的 sequence。毋过伊补充我拄则咧讲的迄个 Q 无，今仔日失传200几节，第一伊补200几节。煞落做啥物动作呢？伊毋是单蒸补尔定，伊蒸补了甲迄个成品，扣除头甲尾，头是啥？头就是第一章是耶稣的家谱，迄个无算。尾是啥？尾是 passion narrative， 尾就是耶稣的受难的故事，这叫做尾。头就是马太的。耶稣的家谱，尾就是受难的故事。Otherwise， 中即过咱像鱼头鱼尾无算中即过伊家己切做5段，5个 division。是安怎阮会知影伊切做5个 division？ 因为伊每一个 division 会结束拢是共一句话。共一句啥物种的话呢？伊讲耶稣的话讲到遮，
你看到吼，你有当时啊，咱读过吼，无啥会注意到吼。毋过伊有吼，我看互大家听好啦吼，我足紧念过。第一段是第2章的第1节到第7章的28节，第2段10章5节到11章第1节，第3段13章1节到53节，第4段18章1节到19章1节，最后一段24章1节到26章2节。迄个我拄则读的遐每一个最后一节，拢总是共一句话：耶稣讲遮的话结束，耶稣讲遮的话煞。所以阮知影讲，迄是伊的 marker。马太是安怎要甲伊的中即个吼鱼头鱼尾无算，即个鱼身甲伊切做5块呢？伊要模仿摩西的五经，这毋是第一个安尼做。咱的旧约的诗篇嘛是安尼做。你知影诗篇是安怎分做5本册啊？Book 1到Book 5，迄就是咧 copy 摩西的五经，要甲诗篇做一个新时代的迄个五经的 format。所以马太的作者伊就是 copy 一个，伊甲耶稣的故事甲伊当做一个五经的迄个模型来建构啦啊，这要创啥？伊要吸引犹太人。伊要甲大家讲耶稣的故事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五经。这是咱请的其实，因为伊要争取犹太人。犹太人心目中就是感觉摩西五经是最重要的。啊，伊即摆写耶稣的故事讲，毋免，阮有一个新的 New Torah， New Torah 就是耶稣的故事。啊，伊切做5轨，互你感觉讲，哪像有神啊，鼻目喙小可有类似，这就是伊的第一个用意。第2，伊甲其中的第1段，就是上出名的一段，即个5段内底的第1段。就是即个第5章到第7章啦吼，耶稣的言论的部分，伫第1段的言论的部分，第5章到第7章，我想恁拢知影是啥？山上坡。嘿 ，Sermon on the Mount， 是安怎要 Sermon on the Mount？ 你敢知？因为摩西的五经伫啥物山？西奈山，上帝将律法互摩西嘛。来讲 New Torah 对来，嘛是对一个山顶来。咱可能无即个 awareness， 无即个 sensibility。犹太人一看到耶稣上山顶讲5章到7章，啊，遐个话拢总是对 beatitude 开始，对啥物话有福气，啥物话有福气，啥物话迄是宣告啊。这哪亲像摩西咧讲话，新的时代的摩西咧讲话，所以。第1个部分已经分做5部分，第1个部分佫超工强调迄个场景是伫一个山顶。犹太人伊绝对第一时间就想到，咱可能无，因为咱就毋是犹太人。伫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耶稣以后的犹太人，马太福音伊要针对这个对象看到即个安排，因第1个就想到 I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我知影你咧创啥。你要甲阮讲耶稣的故事是一个新的五经。啊，特别耶稣上重要的教示伫山顶，咱今日叫做山上宝训。所有重要的物件，马太福音内底上重要的教示拢出伫即段。啊，这伫对，伫一个山顶。所以这是第2个伊所做的动作。第3个马太强调，咱今仔日无啥个，可能无啥会同意啦。特别是咱。读到保罗以后，咱无一定会同。毋过，请会记住，马太是要争取犹太人。保罗其实嘛是安尼讲，我为着要争取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就是讲，因咧传福音有一个因地制宜即种的策略。马太的福音甲其他福音书无相像。咱有啦，就爱安尼看，这就是咧带我讲，这是一个 portrait， 毋是一个 photo， 是 portrait。所以 portrait 你会当，你照你的需要来画耶稣啦。所以马太既然伊要争取这个犹太人，所以伊真强调守律法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伫耶稣甲耶稣受洗礼嘛，伫马太福音。
应该会记即耶稣受洗咧，伫马太福音哦，毋是其他所在。马太福音的是耶稣受洗咧发生啥物代志？啊？毋知，我问你拢突然间知影，拢变做毋敢讲。伊讲咱着爱受教迄个对礼数，嘿，迄个约翰毋敢甲洗嘛，甲伊拄来拄去无，吼拉锯战啊，我爱受你的洗是安怎？你来我洗。耶稣回答一句话是啥？你当这样嘿记住。我来互你洗是真隆重的义，真隆重的义，吼，这就是吼，即个真隆重的义吼，就是针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啥物叫做真隆重的义？真律法爱咱做的代志。咱今仔日讲，毋是免守律法吗？律法毋是伫耶稣来了后，因为伊的恩典、伊的救恩，吼，已经将遮个物件拢除消啊嘛。咱拢是瓦克恩典的，毋是真律法的嘛。毋过对马太来讲，吼，伊有无相像的解说。伊感觉我若要吸引吼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我感觉讲即个真律法即个物件吼，会当做某一种程度的升华。啊，毋过语言本身，伊要保留即个犹太人感觉重要的物件。毋过伊讲，我无爱改变迄个语句啦，迄个名词、迄个讲法吼，我无爱改变。啊，毋过我会当赋予即个内涵吼一个新的意思。所以咱有看到真隆重的义。所以耶稣伫山上宝训吼，讲一句话：无伫拍算我来是要废无律法，还是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应验。因为我实在甲恁讲，就到天地拢废无，律法的一点一画也决断袂废无，到拢总正。我咧读5章17节到18节，这就是山上登山宝训的前言啦。第5章嘛，讲5章到7章，上头的所在，伊咧颁布即个山上宝训的时，那像模拟呀，迄个摩西伫西奈山的迄个律法的时，伊就讲这啊。伊讲，请恁毋好be mistaken。我马太，我所传的耶稣所教的代志，耶稣嘛尊重即个律法。你看伊洗礼的时，就爱讲，是啥物人？是安怎？我就爱互即个约翰洗。耶稣嘛坚持讲，我尽拢总尽咱的义务啦。这个义就是义务的意思啦，毋是保罗咧讲迄种因信称义的义。意思咧，耶稣就是讲咱照咱应该做来做，律法叫咱爱安怎做，咱就安怎做。所以这是马太伊的，这个话马可拢无，路加嘛拢无，是安怎会无？因为马太对象较特殊，是犹太人做对象。第二个，这是第一个，就是讲将精补的物件，马太福音甲伊分段落，用这来形成一个新的五经。特别佫甲第一部分上重要的部分甲伊放在山顶，强调讲律法的一点一画，拢总无要废无，到拢总正，拢总 fulfill，这就是第一个部分去做。第二，新的五经新的律法，新的 Torah 就爱有一个新的摩西啦。这就是马太伊的第二个策略，因为这是配套的。你有 New Torah， 你有 the New Book of Moses， so to speak， 你就爱有 New Moses。所以伫马太在 portray， 我讲过啊，我一定爱强调，伊毋是咧翕耶稣的相，伊是咧画耶稣的图。伊甲耶稣画做啥呢？画做一个新的时代的摩西。这就是马太。咱读伊一定爱知影，因为路加毋是安尼画，马可嘛毋是安尼画。只有马太安尼画啦，定，因为这是配套措施，新的律法就爱配新的摩西。上好是啥呢？上好就是因为因无袂记这耶稣是一个弥赛亚，就爱是一个新的摩西 plus 伊是大笔的后裔，安尼才有做弥赛亚的资格嘛。
弥赛亚伫因的传统上，就是讲代表个子孙嘛。啊，摩西毋是代表个子孙啊，毋过耶稣爱是，耶稣爱是新的摩西 ，at the same time， 佫爱是代表个子孙，所以即个马太替耶稣前补马可无的啦。马可的耶稣一出现伫历史的舞台，就是一个成年人啊。马可拢无讲到耶稣成年以前的代志，囡仔的故事，你演迄个 Christmas pageant 你咧演什么圣诞节，你无可能看马可福音，因为遐无。你一定若毋是看马太，就是看路加。你嘛毋是看约翰。你要演圣诞节，只有2本福音书会当读。马可无即个物件，所以马太伊的感觉就是讲。马可太拢无写耶稣以前的代志啊，伊来补一个耶稣，互伊的身世互咱搁较显赫的身世，配合伊的弥赛亚的身份。因为马可只有报耶稣是啥？拿撒勒人啊，拿撒勒人耶稣Jesus of Nazareth。这个 title 恁感觉有显赫无？马可。Jesus of Nazareth， 你感觉讲安尼敢有足 impressive？ 无嘛，当然无嘛，系啊。约翰福音就伊是马可无安尼讲啦，当然马可无安尼讲，马太嘛无安尼讲，毋过约翰你也读约翰，拿但业伊的朋友咧甲伊讲，阮拄着弥赛亚，啥？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第一反应就是拿撒勒出啥物好物？系啊，这就是甲咱讲 Jesus of Nazareth，so what？ 马太讲 no，it is not okay。马太讲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新的摩西啊，袂使只有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因为拿撒勒即个地理名词，即个 location伫旧约圣经毋捌出现啊，连 mention 都无，伫旧约圣经你袂当找着拿撒勒呢。他有可能讲弥赛亚出伫遐，所以这是无够好啦。所以马太伊有真用心要爱，互耶稣符合即个犹太人因的期待，特别是弥赛亚，特别是托拉就是，所以你看伊的家谱第一章，伊的家谱对对来，伊的家谱的第一个人啥？Abraham， 正统嘿，这叫做又红又专。亚伯拉罕的子孙14代了，啥物人？大卫有哪 again 又红又专，正统的犹太人血统，正统的弥赛亚的 lineage。这就是马太，伊上重要的代志，伊就是要伫耶稣的身世顶悬，互犹太人无任何的疑问。恁拢知影伊是拿撒勒人耶稣，我甲你讲，伊的祖先是不得了。你无看讲伊即摆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家谱摻出来看 ，impressive， 完全符合即个迄个做弥赛亚的身世。最后一个新摩西，我讲过啊，伊也是一个弥赛亚，毋过上好，伊也是一个新摩西，因为马太福音已经变做一个新的摩西律法了嘛。你要安怎写耶稣是一个新的摩西？恁逐个人 IQ 若3位数的人，超过100，互恁想看觅。要写已经达到写耶稣是代表的子孙啊。即摆要写耶稣是新的摩西，因为伊有新的律法。伊的采取的方法就是写耶稣出世的故事。耶稣出世的故事甲旧约的摩西完全拢 parallel， 完全 parallel。伫马太福音内底，耶稣出世的故事甲摩西出世的故事差不多会当画等号。耶稣出世的时，甲摩西出世的时，拢拄着同款的危机 crisis。摩西出世的时，啥物人要杀伊？
Pharaoh， 法老王要杀伊嘛，讲所有的希伯来人的查甫的囡仔拢甲创互死安尼吼。耶稣出世的时，嘛有一个王要杀伊，希律王要杀伊，佮杀甲2岁以下。所以因两个出世拢有共款的危机。摩西甲耶稣共款拢带过埃及，拢捌对埃及出来。所以马太福音引用何西阿的先知的话，讲我对埃及调我的囝出来。何西阿迄阵是咧讲啥？你敢知？何西阿咧讲，上帝讲吼，我对埃及调我的囝。伊是何西阿是咧讲，我对埃及调以色列百姓出来。出埃及的意思就是讲，以色列百姓 collectively 成做上帝的囝。也毋过即句话伫马太福音内底吼，伊无要甲你当做 collective 来了解，伊要当做 specific 来了解，就是讲伊感觉讲何西阿迄句话就是对埃及调摩西，就是调耶稣啊。耶稣捌去密地，为着要得闪即个希律王，捌去带伫埃及，这是甲摩西拢相像的。所以伊照用即种的方法来描写耶稣是一个新的摩西。咱因为对旧约圣经吼无真熟，就是讲吼，咱做基督徒有一个欠缺，吼，咱其实拢无啥咧读旧约圣经，所以旧约圣经是迄阵的唯一的圣经。你想因只有一本圣经人读的时吼，因看到耶稣的故事。马可的，昨我已经讲啊，马可到处拢总是旧约的圣经。因拢有迄种的联想力。咱今仔日因为对旧约圣经无真熟，所以这作者苦心积虑因的 portrait of Jesus 拢引用旧约的故事，引用旧约的 pattern。毋过咱今仔日拢差不多8%到90%拢 miss， 所以咱读较无啦。马太福音要讲耶稣是大笔的子孙，要讲耶稣是甲摩西共款出世，就拄着共款，所以伊要互你想做耶稣，就是一个 New Moses， 这是伊做的代志。第三项我要讲，啥物是马太福音内底伊咧写的基督徒的义，这毋是我讲的，这毋是保罗咧讲的义，伫迄个马太福音的场景，伊的 context。伊甲伊称作，我甲伊称作讲天国的义啦。第三项伊增步的方向，第三项是天国的义。既然伊是咧甲法利赛人竞争，伫主后差不多85年到90年的中间，迄阵就是两个幸存的团体。法利赛人迄阵走一队，恁敢知影？我今仔日伫恁的讲义内底我有写 Jenny 决战 Jenny。恁可能怀疑讲迄是啥？是安怎我甲马太福音伊的背后 backstage 的 tour， 就是决战 Jenny 也是对 ，Jenny 也是迄个今仔日伫巴勒斯坦沿海平原，巴勒斯坦伊的西边就是地中海嘛你看地图较熟迄个毋过地中海搁较入来了以色列百姓住伫山顶啦。毋过，迄个山骹到海的中间有一个沿海平原。伫这沿海平原的巴勒斯坦的差不多中部的所在、中部的所在，有一个都市叫做 Jenny。今仔日的名叫做叶内。以前耶稣的时代，伊的名叫做 Jenny。这个所在是安怎重要？咱可能拢毋捌听过，其实这个名旧约有出现过。毋过伊的出名主要就是主后70年圣殿毁灭了幸存的法利赛人团体集结去建立。法利赛人因这个领袖，法利赛人是学者经学士，法利赛人因这是民间学者若是官方学者迄就叫做撒都该人，我讲迄已经消失啦。若民间学者就是法利赛人，因这个人走去对幸存，毋过因走去对，因走去建立。这是安怎我要提起即个，所以马太就是咧甲即群人咧竞争犹太人，通世界的犹太人的向心力。Jenny 毋是简单的人，拢总学者，拢
旧约读甲熟溜溜，所以伊要甲遮个人竞争吼，马太唯一的方法是啥？讲咱吼的义着爱赢过法利赛人，赢过法利赛人，才会当你看马太安怎讲？马太伫即个吼 again， 拢总伫即个山上宝训吼，恁一定听过啦。是讲你无安尼联想咧，你毋知影伊是安怎讲安尼，因为伊背后吼有一个竞争的对象。我甲恁讲，耶稣安尼讲，说使恁的义若无赢过经学士法利赛人的义，绝对袂进入天国。有读过无？有读过无？是安怎讲经学士法利赛人？恁的义若无超过因、赢过因，袂当5章20节，马太福音5章。Again， 这是山上宝训的头前。山上宝训的头前已经甲即个伊的竞争的对象，伊想要安尼写，想要强调什物律法一点一画什物话啊？你的义若无超过，袂当入天国，因为伊背后 backstage 伊竞争的对象是另外一群的人。即马伫监里啊，伊嘛咧做共款的代志。因嘛要争取犹太人，马太嘛要争取犹太，因嘛要争取犹太人。啊，毋过因争取的方法是啥？因争取的方法就是讲，即马虽然无圣殿啊，啊，毋过咱阁有律法啊。所以法利赛人有因的厉害，说是安怎因会当脱过即个迄个主后70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无啥挖靠圣殿，圣殿是撒都该人的代志。撒都该人是国家的迄个公务人员。啊，国家的迄个机器若无去，就是圣殿若无去，即个公务人员逐个人都拢无去啊嘛。啊，毋过法利赛人本来就无挖靠迄，伊无挖靠献祭，伊无咧主持迄啦。伊咧主持啥？法利赛人的重点就是伊咧主持律法，伊咧研究律法，研究到一个程度，伊会当将摩西律法甲伊发展出613条非常复杂，迄个非常的 burden。即种物件，咧按晓即会当做啥，袂当做啥，袂当做的愈来愈侪。遮个人，遮个物件对对来，对法利赛人来。啊，毋过即摆遮个人有若伫主后70年以后有若拢逐个人找到一个新的所在。啊，马可到底伫倒啊？你若讲马可的教会伫倒，因遐法利赛人也伫监里啊，马可的教会伫倒。今仔日大多数的神学学者有一个。第一名的地点啦，这毋是 100% sure。毋过上侪人提起、上侪人支持的地点就是今仔日的 Antioch， 迄阵的 Antioch， 叙利亚 Antioch， 古早 Antioch 足侪所在拢叫做，所以就爱讲 Syrian Antioch， 这样就是讲，因为中亚遐嘛有一个 Antioch， 所以这个叫做 Syrian Antioch， 就是派保罗的所在，保罗。一开始，崭露头角做宣教师是 Antioch 的教会派保罗甲巴拿巴，因两个人 team up 去做宣教师，所以遐有一个真强 Antioch 是迄个伫第1世纪到第2世纪的中间是犹太人的人口伫罗马帝国的都市内底犹太人聚集人口密度相关的第3大都市。第1大都市当然犹太人上侪当然是耶路撒冷，第2大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第3大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所以遐有够额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咱伫使徒行传读到啥？耶稣的学生称做基督徒，对安提阿开始。所以遐是一个重要的城市，称呼做基督徒是竟然是对安提阿开始，所以你来知影讲有是安怎会遐济学者推测讲马太的教会可能伫安提阿，安提阿甲即个监里其实离无偌远，所以竞争的关系有可能形成，所以伊咧讲你着爱赢过迄落，所以。你啊，耶稣伫即个山上宝训有6个对比，请会记这6个对比，就是讲，啥物叫做你的义爱较赢法利赛人的义？
耶稣举6个例啊，吼，啊，迄6个例吼，我想恁拢听过啊。啥物毋好惊奸淫吼，毋是实际甲女性安怎呢？伊讲你若动心起念，就袂使啊。这是啥物意思？这就是在强调一项代志，咱着爱伫即方面吼，着爱较赢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着迄个解说律法吼，啥物叫做惊奸淫，啥物叫做迄吼，因拢知影，照安尼解说，吼条条吼头头是道。啊，毋过马太的意思就是讲吼，咱爱2.0啦，2.0版的迄个解释遮迄个，啊，咱着爱比因搁较进一步，搁较严格，搁较悬的标准。逐项拢总是，你若是甲人受气、甲人相骂，你就是杀迄个人啊。律法讲袂使杀人，毋过你若是心内怨恨一个人，你甲伊受气，安尼就是杀伊啊。这是啥物意思？有人讲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哦，咱有当时啊读，毋过请咱谅解一项代志。保罗是咧甲一群哦真实者的，伊是咧甲法利赛人竞争啊。竞争迄个解说即个律法的主导权，因为即个主导权若摕着吼，伊要宣扬耶稣是即个事半功倍啦。这是马太伊感觉伊的策略，伊是一个内卷型的策略。咱讲到路加的时，咱会讲一个外扩型的策略。伊这是因为伊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采取即个内卷型。内卷型就是讲，我要较赢你。你要讲律法吗？我要讲我的律法标准比你搁较悬，你是咧守字面，我咧守精神，所以伊咧解说律法的真精神是啥？这就是安怎伫马太福音内底会出现耶稣6摆讲啥物话？6摆讲吼，恁捌听见对古早有人讲圣经安尼记载，总是我甲恁讲，恁捌听过即种话无？恁有听过安怎？毋过我甲恁讲安怎，啊毋过耶稣咧讲的迄个安怎，拢比迄个搁较严格，搁较悬一级。我讲迄是2.0版，是安怎会6摆才出现6摆，举6个例，啊，逐项拢总是，搁较严的啦，迄个法条上更紧，迄种的迄个解释，啊，这就是即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下骹所产生的耶稣的即幅图啊。耶稣伫马太福音内底，你若照安尼甲读，你莫读马可，你莫读迄个，你当读马太吼，你会感觉讲，哇，耶稣是一个迄个 super faithful 的一个主啊，变做安尼，伊是安怎？因为伊要吸引犹太人，伊无爱甲耶稣描写做耶稣无重视律法，无重视传统的迄个物件。犹太人真重视迄嘛吼，所以马太伊要讲耶稣毋是无重视哦，律法一点一画拢袂废无，拢总毋好想讲我来要废无迄哦，因为一定有人讲，迄阵一定有即种反宣传，讲基督徒吼，甲犹太人讲基督徒你毋免去对啊，迄讲耶稣是弥赛亚，你无去对，因为因拢无咧重视摩西的律法，所以 forget about it。啊，毋过马太讲 no。我讲的耶稣是真重视即个律法。最后一项就是有关是安怎马太今仔日排伫第1位，啊，毋过马可上早写的竟然排第2啊！我昨有讲，我今仔日会讲马太对马可的最后一项的情报，甲文道的关系有关系。伫马可福音内底咱不可讳言。不可讳言，马可福音对耶稣的12个学生无真友善，无真 friendly。恁无感觉安尼吗？我举一个上重要的例马可福音的第8章、第9章、第10章耶稣3摆甲学生讲我会落入即个犹太人的领袖的手，会互因拍。会互因绑，互因出卖，煞咧会互因苦毒，啊，煞咧定死日14日啊，当然最后报讲3日要搁活啦，当然是安尼。毋过所有学生听到迄个要互人绑，要用迄个就挡袂牢。第一摆
彼得安怎反应？啊 ？No way， 对毋对？唔通啦，嘿，阮对规步，你对你去死吗？阮是要荣华富贵啊！嘿，看会当安尼拍一个天下以后，咱逐个人拢好康。讲你要去死，绝对袂使。耶稣骂彼得啥？撒旦，撒旦。你会记你耶稣拄仔出来传福音伫旷野，伊伫旷野安怎？受魔鬼的刺，撒旦的刺40日。耶稣是甲彼得讲吼，你甲我伫旷野拄着的人相像，撒旦毋好刺我，退去我的后面。嘿啊，这是耶稣伫所有的福音书内底吼，骂人骂了上第一严重，是骂彼得。第二摆，恁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第二摆耶稣第9章佫讲的马可福音，佫讲伊要互人安怎的事吼？你敢知影发生啥动？我想咱逐个人拢袂注意啦，遐只有短短一句话，伊讲学生吼听无耶稣咧讲啥，嘛毋敢问耶稣。学生听无耶稣咧讲啥，嘛毋敢问耶稣。这就是因第二摆的反应。第一摆是彼得讲袂使。想要阻止耶稣，叫耶稣骂撒旦。第二摆，学生讲听无，嘛毋敢问伊，吼、这实在是毋是做好学生的行为。第三摆是上吃力的。第三摆吼，耶稣搁再讲的是吼，发生啥物代志？毋知？哎呀，今仔日顿年马克摕出来显显。迄个一对兄弟啊。雅各甲约翰，甲耶稣讲，你讲啊来是，正平倒平，正平倒平 ，OK， 求官啊，代志还袂发生，公然求官。啊，耶稣有甲因阻止呢，耶稣讲，我的水恁会当洗吗？我啉的杯恁会当啉吗？咱讲到遮迄落，哦，你讲要对我迄落，啊，要正平倒平，正平倒平，伫我正平倒平是啥物意思？就是讲我若安怎，你嘛会安怎的意思啊。所以我的杯恁有摘掉吗？我的水恁有摘掉吗？你敢知影？因逐个人拢讲会。啊，毋过你若看福音书吼，你真正甲看吼，最后是啥？学生最后 collective， 啥物人出卖耶稣？啊，犹大啦，我讲对彼得去，彼得还无到遐啦。犹大出卖耶稣，吼，啊，彼得、雅各、约翰，甲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发生啥代志？耶稣讲：恁敢会当坚信一刻久，甲我做伙，甲我同心一下，拜托，无才调。心神甘愿足体软正，就是 the flesh is willing, but the spirit is weak。这就是这三个已经是耶稣的核心门徒啊，是这种反应。最后，这个当然犹大就出卖耶稣啊嘛吼，啊最后耶稣互人掠的时吼，学生安怎反应？学生拢总走，学生拢总走。啊，彼得迄阵有小可较勇敢一丝，伊伫后壁对，看耶稣要向掠伊啥物所在，结果掠到大祭司的 court， 去互人拄着，你若像是伊的学生，毋是，认着人，三摆毋认主，哦，一直到假体，安尼，这就是耶稣的学生，伫三摆耶稣。甲因有过讲哦，我要安怎？三摆拢出册，三摆反应拢出册，到最后若证实讲因拢无法度。所以即个故事你若甲读起来，哦，你就会感觉讲马可福音对耶稣学生吼，啊像要无真 friendly， 嘿，咧描写安尼，逐个人拢跋倒，逐个拢跋倒，逐个拢无吸格。
即个就是马太伊感觉讲，咱敢袂当对遮学生较好一些。因为 after all， 伫马太福音写作的时吼，遮个人拢已经是教会的调酒啊。伫马可写的时也毋是，马可写的时还佫较早。毋过伫马太写的时吼，你讲你无要尊重彼得吗？你无要尊重雅各吗？约翰吗？遮个你拢无要参吗？遮个拢是做过耶稣的啊。即马遮个人拢真重要啊！哦，可能经过因的信仰的反省，耶稣的代志，迄阵已经后壁，因逐个人有即种的悔改，有即种的反省，即马拢变做迄落。啊，你若继续读迄落马可吼，安尼逐个人拢无及格啊！哦，安尼对教会建立，甚至对吸引犹太人来讲嘛，是真不利啊。所以马太做一项代志，马太伫第一摆，伊用第一摆做例。第一摆，彼得甲学生讲，啊彼得甲耶稣讲，彼得讲一句话啊，是咧，彼得讲一句话讲，恁讲我是啥物人，逐个人都吼，耶稣做一个民意调查，恁讲我是啥物人，毋讲我是啥物人，耶稣咧做民意调查，吼，Gallup poll， 啊，迄落所咧落耶稣就调查甲因即个小圈圈啊，恁讲我是啥吼？啊，彼得就代表啊，迄阵100分的答案啊，对毋对？你是基督上帝的囝，100分。也毋过伫马可福音内底，耶稣随时接预言讲伊伫要出代志，啊，彼得就随时就甲讲毋通，啊，所以就随时去用骂啊。哦，这是马可，毋过马太无安尼写。马太感觉讲，安尼读起来吼，彼得未免。哦，伤过迄落啦吼，咱对彼得毋免到安尼吼，彼得是迄落教会调酒嘛，耶稣上重要的学生啦，伊有伊的软正的所在。毋过当伊讲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囝的时，咱应该爱有一个颁奖典礼。要骂后壁才来骂，伫遐，所以。马太福音伫遐，你若读马太同款迄个圣经节，即个代志发生的是，伊告别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囝的时，耶稣称赞伊呢，讲哦，无简单呢，这毋是属血气的人会当讲的话，这一定是我的爸有指示你。拢你即个答案毋是你家己会当 reason， 这是已经是一个迄个吼 compliment，very highly compliment。就是讲真强的一个称赞，啊，所以耶稣佮讲，对打起，你无要佮叫做西门啊，你要叫做 Petros， 嘿，你要叫做彼得 Petros 就是石头的意思，吼石头。啊，伫你即粒石头，吼，咱通常拢甲翻译做石盘，吼，安尼，伊盘顶悬哪像会当起物件，伫你即粒石头，你即个石盘顶悬呢？我要起做我的教会，啊！我要将啥？天国的锁匙交你，所以即摆你去马里肯，你去做啥物所在，看到你才知影迄身是彼得，有一支锁匙伫遐，一定挂锁匙的，吼！你用迄个锁匙来认讲，哦，即身雕像是彼得，安尼，吼！所以我将天国的锁匙互你，吼！啊，啥物？你若北个啥物阴间的关系拢袂当赢你吼，迄就是遮拢总是奖品。伊告别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囝奖品，啊，刷咧后壁才接，佮转来马可的吼，原来伊 leftover 的所在，讲耶稣讲我要伊颁奖了，耶稣颁奖伫马太吼颁奖了，伊就随时讲我要受苦，啊，彼得才甲挡，啊，刷咧就甲骂撒旦。毋过伫彼得伫即个马太的故事的 sequence 内底吼，已经 neutralize 即个彼得完全负面的形象，因为伊讲耶稣告别耶稣，这100分的答案啊。虽然讲伊对耶稣的即个了解100分的答案的内涵吼，伊的了解毋是讲100%正确，啊，毋过上次就会当讲安尼已经无简单啊啦，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会当讲出即个话，耶稣讲这毋是简单的答案，这不是瞎猫碰到死老鼠，互你蒙着，互你猜中了，无小心就讲，上帝有指示你。
所以因为即个关系，所以马太福音怎变做取代马可变做第一本福音书？因为安怎？伊互文道吼一个较正面的迄个正面的印象。对教会来讲，特别是后来你知影讲彼得变做迄个罗马天主教讲伊是第一任的教皇嘛。啊，制定即个圣经吼，甲罗马天主教有真密切的关系。你想，你若是罗马天主教，啊彼得你讲是你的第一任的教皇，你要甲对一本福音书排第一位？马可吗 ？Of course not， 绝对爱是马太，啊马可加迄个，马可加马可安尼。这就是文道的悬啦。我即摆用简单的时间来讲即个路加。路加的标题叫做直到地极，同款。路加甲马太拢总引用马可，有若拢引用迄个已经失传的 Q， 毋过路加有一个甲马太无相像，就是伊有下册。Two volume work， 咱的圣经内底唯一的福音书有下册的，就是即个路加。啊，毋过咱通常因为今仔日的福音，今仔日咱的新约圣经吼，甲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分开去啊，所以咱无啥会当知影讲吼，因着爱读做伙，嘛无即个习惯。恁若真正要读路加的著作，我 strongly recommend 恁爱将 Luke and Acts， they should be read as one book, one single volume at work。安尼代表啥呢？这24加28吼，52章，这就是圣经上大本的福音书。因若读做伙，伊是安怎讲？这是一个故事，直到地极，福音对拿撒勒经过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的故事，这就是路加。路加会接受马可，马太接受马可，我有讲过啊，因为伊无提起摩西律法，这对伊要争取的对象犹太人来讲是不利的。路加拄仔颠倒变，路加的对象呢是外邦的外邦人。啊，外邦人，你的福音书，你的耶稣的 portrait， 你为耶稣爱安怎画呢？这路加有若感觉讲马可伫即方面无够积极，这拢袂使怪马可，这拢是因啦。马可的时代还阁无遮个代志啦，马可单写安尼尔。啊，毋过路加伊就感觉讲你无写着上重要的代志，啥？你无写着保罗，你无写着外邦宣教。这就是伊的 concern，primary concern。你无写着保罗，伫路加写作的时，即个耶路撒冷已经毁灭啊！啊，不但是安尼毁灭，对即个毁灭拄着衰败的，拄着衰微的，就是向犹太人来传福音的努力。因为迄阵咧传犹太人的中间，咧传耶稣的大部分拢总是耶稣的学生。因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啊传外邦人的啥物人？保罗。啊，毋过本来保罗是非主流的，毋捌对过耶稣，搁捌困着耶稣的学生教会。本来伊是迄个 underdog， 伊是非主流。毋过一项代志改变即个情形，就是70年。我讲70年是安怎足重要。70年对路加的教会来讲，外邦的教会咸鱼翻身。本来的非主流，保罗啊，即马变主流，甚至唯一的流。因为犹太人遐走一堆也毋知影，耶路撒冷既然毁灭，咱会当相信讲耶路撒冷毁灭对犹太人的宣告 ，Jewish Christians 即个 mission 是真大的打击。啊，所以准做因若无消息，有若是会视为啦，就是讲迄个消长会忽然间颠倒变过来迄个天平会颠倒变过来。所以即马煞变做基督教的版图基督教的 picture 主流煞变做保罗，因为伊的教会拢总伫欧洲啊，远离迄个战争的中心
啊，所以保罗煞变做迄个。啊，毋过马克福音敢有写着保罗？无啊。马克福音敢有写着讲爱去外邦宣教？无啊。啊，所以这袂使啊 ，unacceptable。咱即摆的重心已经是外邦的教会啊，所以路加福音肩负即个使命，是安怎伊会写 Volume 2，就是使徒行传，伊要甲保罗的故事 incorporate 入来即个福音书的传统，所以伊毋是咧写历史呢，伊是咧写福音书呢。使徒行传是福音书的一部分，咱是今仔日无安尼读，咱甲讲吼，哇，这是福音书还福音书，使徒行传是一个初代教会的历史。这是咱今仔日吼用现代人咧讲，其实但伫迄阵，我相信大多数的迄个神学者嘛拢相信，迄是福音书的部分。是安怎？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 follow the same pattern。Luke and Acts follow the same pattern。啥物 pattern？ 就是圣神在带即个福音的经济。对路加是圣神将即个经济对拿撒勒带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使徒行传是耶路撒冷到地极，就是罗马，这就是伊咧讲，所以伊 follow 一个 pattern， 啊，这个 pattern 我甲伊号一个名，叫做开始亲密，后来远离，开始亲密啥？亲密圣殿，啊，毋过后来远离圣殿。啊，这 happen twice， 同款。咱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吼，耶稣出世的是第8日创啥？甲历伫对？圣殿嘛，其他福音书拢无写嘛，对毋对？路加福音就是写耶稣一开始的时，甲圣殿的关系真密切。出世8日就去啊。马太有写这无？马可有写这无？拢无，只有路加写，这是有重要的意思。伊要 present 耶稣甲圣殿有一开始有密切的关系。煞咧，只有路加有写耶稣12岁的代志，会记哩无？路加才有写耶稣伫啥物所在？圣殿安那，流连忘返嘛，对毋对？会当甲遮个啥物遮个学者会当讨论圣经的代志，这只有路加才写，所以耶稣囡仔的时甲圣殿非常的密切的关系。毋过，即个密切的关系对故事的发展，后来就渐渐疏远啦吼。耶稣大汉的时，圣殿遮个人就想要爱杀伊啊，想要爱对付，啊，甚至最后伊是互圣殿的 establishment 甲伊出卖，互即个罗马帝国所以地教伊互人定死一个。即个 pattern 开始的是真亲密，后来疏远，甚至去互人气杀。即个 pattern 伫使徒行传佫出现一摆。我想请恁帮赞我来看使徒行传安怎出现一摆。即个路加福音甲其他福音书拢无像，就是各外耶稣通过即个天使甲学生讲啥物话？咱讲咱先讲马克好啊，因为马克是接所有故事的鼻祖嘛。马克讲，迄个天使甲负责人讲，甲迄3个负责人探望的讲，去甲我的兄弟讲，我会带先恁去佗？加利利去遐等我。这伫佗？这伫佗一本福音书啊？马可甲马太拢有。马可先安尼写，马太 follow suit， 你咧抄600几载，所以伊即点伊无改。路加安怎写恁敢知？恁拢无啥注意读过拢逐本拢连做伙，对毋对？路加写啥？天使甲学生传达的信息是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直到恁得到能力。有印象无？伫遐就无讲，请恁转去加利利，我伫遐要向因出现，你伫遐要拄着我，这无，这只有马可甲马太。
马太是参考马可。路加伊的时间轴，伊的历史运作吼，加利利是起点，这甲所有福音书拢相像。马可是写讲即个起点，啊，刷落终点有若是加利利啦，迄是一个再出发。恁搁转去咱开始的所在 ，starting from square one again， 这是马可的故事。转去加利利，咱就是对加利利开始。即摆我搁活，耶稣搁活 ，Let us start all over again。这是马可的 scenario。毋过路加的故事毋是安尼，路加的故事吼，一直到地结去啊，无转去加利利啊。路加无转去加利利，所以伊无需要搁转去迄个加利利，伊就讲毋好离开，因为恁要伫耶路撒冷得到圣神的降临。啊，对遐开始，你会怎一路怎将福音的种子带去到即个帝国的首都，对帝国的边陲，加利利，要通过边陲来到重要的一个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是一个踏板尔。要对遮搁到搁较大的所在，就是帝国的中心啦。啊，所以这就是一开始的是亲密，这 pattern 完全甲路加福音的故事相像。路加福音是耶稣一开始的囡仔的时，甲圣殿真好，啊，煞着疏远。这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这些使徒拢总伫迄个圣殿咧出入呢。恁会记起有一个故事无？这耶稣学生看到有一个人伊讲我逐项无啦，金银我拢无。奉耶稣基督的名，互你起来行。这伫对发生？伫圣殿的 precinct。所以圣徒的迄个路加福音的结束嘛是安尼啊。我读迄个罗萨，伊讲使徒伫耶稣搁活上天了后，转去耶路撒冷，大大欢喜，常常伫殿内学乐上帝。这就是路加福音的结束。这甲咱预告啥？就是搁过来的使徒行传，就是对耶路撒冷逐个人大大欢喜伫遐学乐上帝，对即个 high note 开始亲密的圣殿的关系。啊，毋过后来即个关系就无再继续啦。发生啥物货？发生司提反的事件。司提反安怎死的？恁敢知？毋是为着啥物货？伊倒来用石头钉死的。啊，毋过伊讲啥物话？啊？伊基本上啊无恁，我互恁一个功课好无？今仔下暗转去读看觅。使徒行传，司提反，我互恁一个 hint。司提反就是因为批评圣殿，才是批评圣殿的 establishment， 毋是恁转去今仔日看。啊，开始逐个人疏远，彼得、约翰嘛，因为得罪圣殿的人所以圣殿的人甲因告，甲因掠，甲因告。司提反的代志记载伫6章第8节到7章60节，6章8节到7章60节，请恁逐个人转去读。司提反讲啥？有一篇讲道非常长。请你看，伊顺道是因为伊讲圣殿的歹话。结果使徒行传伫遐讲，司提反死了后即句话才就是重点。迄日伫耶路撒冷的教会拄着大困局，使徒以外拢四散伫犹大、撒玛利亚遮个所在。即句话代表啥？即句话是8章第1节。使徒行传8章第1节，即句话代表啥？远离圣殿，开始的是亲密圣殿，后来远离圣殿即个主题全面爆炸。使徒拢总四散，本来拢总伫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拢还搁伫耶路撒冷，啊毋过咱 anymore， 逐个人拢四散，全面爆炸。即个远离圣殿的主题亲密啊，煞来远离的。后来有后续，啥物人后续？保罗的福音的旅程
carry out 即个 away from the temple 的主题。伊都拍走啊，整个帝国拍走，啊无伫耶路撒冷安尼尔。所以福音的经济对保罗的宣告哦，进一步扩大，甚至保罗王过嘛，你知影保罗后来去用过到怎哦，就去用掠，啥物人甲过？犹太人甲过对，哦，讲伊无遵守律法，啥物或者哦看轻遮物件，伊甲过。啊，毋过保罗迄阵有两个 choice， 哦，我爱恁逐个人知影即个代志。保罗伫使徒行传内底吼，伊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对毋对？罗马公民的身份有一个 privilege， 伊会当选择 jurisdiction， 会当选择司法管辖权，伊会当选择互犹太人的地方 local 的法医甲伊裁判，伊嘛会当选择罗马帝国的司法制度甲伊裁判。保罗安怎选？伊无爱犹太人甲审判，伊选择上诉到该散，所以迄就是使徒行传就是咧写这啊。保罗后来就是囚犯的身份，毋过是安怎伊会走去甲罗马？罗马公民。伊是罗马公民，伊要上诉到罗马皇帝，伊无爱互犹太人来管，所以远离犹太人的中心的即个主题。对保罗的受掠、保罗的诉讼、保罗的受告，怎一路吼一直去拢无回头，吼直到28章。远离圣殿基本上就是路加福音伫两本册内底，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吼，伊咧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啥物货？圣殿无去啊。马可安怎回答即个问题？圣殿无去，咱昨记记我昨安怎讲？马可嘛咧回答即个问题啊。耶稣无爱伊啊，耶稣指责，耶稣咒诅伊，亲像无花果树啊，无花果树无结果子。伊咧讲圣殿啊，记着迄个故事就是写耶稣看到无花果树就甲咒诅。迄个毋是耶稣对树有啥物种啥物无咧疼惜树，伊佫超工讲呢，毋是结果子的事呢。啊，耶稣就甲咒诅，因为是安怎？迄毋是甲树仔拢无关系，迄是咧讲圣殿，迄丛无花果树是咧讲圣殿。圣殿敢会使无结果子嘛？上帝的临在的所在，你会讲上帝即阵咧放假嘛？嘿啊，袂使安尼讲。圣殿永远拢爱是有着时的事，所以你既然无着时，你爱往出代。这是马可。马可讲，即摆以后毋免来，因为你迄个布里亚已经离开啊。咱有 direct access to God， 这是马可的 answer。马太 answer 是啥？咱无需要圣殿，因为耶稣已经互咱新的 Torah， 耶稣是新的摩西，耶稣是弥赛亚，已经互咱天国新的律法。这个新的律法比即个法利赛人因所咧讲的搁较好。搁较悬，标准搁较悬，咱来 follow 即个搁较悬的标准。路加福音的写法是啥？共款的意思，无相像第三种 answer。圣殿无去啊，路加的答案是啥呢 ？No big deal。迄个上帝的 headquarters 已经无伫耶路撒冷啊，上帝的 headquarters 会对保罗甲伊所野的政治，遮个使徒的会所做的见证，已经将 headquarters 对耶路撒冷刷去甲帝国的中心，就是 City of Rome。这就是路加的答案。伊的答案就是讲上帝转移伊的 headquarters， 这是路加的答案。所以我伫遮爱讲，路加的 plan 是啥？这是伊的故事的skeleton。毋过伊的 plan 我简单讲，来做一个结束。路加有一个初代的 plan， 初代即个圣殿的 plan， 叫做 Jubilee 的 Kingdom of God， 禧年的上帝国。咱的福音书内底只有路加讲到禧年 Jubilee， 甚至即个 Jubilee 的
理想就是耶稣的 inauguration speech， 总统就职拢有一篇哦，迄个 inauguration 就职演说嘛。耶稣就职上帝的囝弥赛亚的就职演说伫路加福音第4章，伊伫迄个。伊这伫伊的故乡发生的哦，伫故乡伊伫迄个一个synagogue内底，人摕圣经互伊，对毋对？耶稣现伫啥62章。OK。以赛。以赛亚61章啦吼，61章就现上帝的灵临到我，叫我传福音互这个话出伫地。你敢知影这个话出伫地？利未记25章，伊是读以赛亚61章无对，毋过以赛亚61章毋是 original 是 Leviticus 25。利未记25章遐记载啥物叫做禧年的条例，每50年 Jubilee Jubilee 有一个大的 release， 大的 forgiveness， 包括所有的财务啥物货拢完全 reset， 大 reset 啊！我会当讲，你若今仔日个概念，你要了解啥物叫做 Jubilee 吼，就是一个大 reset。你的电脑、你的手机，若忽然间 frozen， 你安怎做 ？reset 嘛，你 turn off， 搁重新开机。Jubilee 就是以色列的制度，伊知影讲人的制度吼，累积一段时间了后，就拢会面目全非啦。哦，有私心，有迄个有压榨的人，有啥物货穷人就去互人剥削去哦。所以每50档有一个 reset button。路加福音的耶稣，伊 copy， 就是讲伊 pick up 即个足大理论。我讲过，这是一个 portrait。路加福音讲吼，对打以后，咱无可挖靠圣殿，因为迄个旧约的 Jubilee 吼。旧约的禧年本来就是跳过迄个，本来就是你若看伊的原来的精神，就是讲，即个社会正义袂当挖靠圣殿，袂当挖靠祭司啊。上帝亲自要来操作即个代志，所以路加福音伊就是 copy 即个物件，伊感觉讲上帝国，逐个人拢嘛咧讲上帝国，马克嘛咧讲上帝国，马太伊毋是用上帝国，伊用天国，哦，毋过伊的天国是咧守迄个义吼，搁较悬的标准。路加讲我的上帝国吼是一种旧约内底吼的理想国，啥物货叫做 Jubilee 的 Kingdom of God。这真少人会当知影讲这到底有发生过无，毋过无论安怎，这是伊的理想。所有的这个 underdog， 所有这个 underprivileged、marginalized， 逐个人拢总伫耶稣的这个理想天国的宣告下面吼，拢得到一摆新的机会。所有的 debts 拢无去，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大迄个，我伫遮要讲最后，哦，就是被动转向，哦，双一组合，这个双一恁看伊会对的，对，咱的，双一啥物啦？圣经内底有两个先知拢一开头。以利亚、以利沙、以利亚、以利沙、以利亚、以利沙，伫路加福音第4章，就是耶稣宣布迄个 Jubilee Kingdom of God 的 principle， 迄个 idea 的时吼，耶稣继续讲的。所以咱请咱读圣经，毋好读一丝丝啦。伊宣布迄个伊的理念以后，伊讲即个故事，4章的14节到30节。这就是禧年的宣告，毋过伊伫遐提出一个解说，这就是今仔日即讲的最后一个物件。解说啥物物件？解说是安怎圣神会怎去到耶路撒冷煞咧转向外邦人，远离犹太人的圈子，去到外邦人，甚至到帝国的中心，是安怎？伊用双一做例啦，这伫这。旧约的圣经内底记载吼，耶稣讲，这耶稣讲，我是安怎今仔日无爱伫恁的中间做工啊，无爱伫犹太人的中间做工，因为恁无爱我，因为恁拒绝我，所以我要转向，毋是我无爱恁，是恁无爱我。
所以我就爱另无出路，我要转向另外一群的人。所以耶稣伫遮引用讲，恁敢阁会记迄个圣经内底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伫以色列百姓都拄着大饥荒的时，以色列百姓中间嘛有真侪人需要。毋过以利亚、以利沙做啥物代志？伊到一个寡妇的厝，伊伫乃曼将军啊，伊无伫以色列人中间做工，所以这就是双一的组合。所以大家听到这摕石头要丢耶稣啊，讲这是啥物话啊？嘿，讲迄阵以色列上大的两个先知，因伫拄着以色列苦难的时，伊嘛无伫家己的同胞中间做工，伊嘛是去服务外邦人。这就是迄个故事。有当时咱读故事，无啥知影伊是安怎要来写。路加福音的写法就是讲，为什么我要将福音的 headquarters 转离开即个耶路撒冷？因为迄是一个较大的field。第二是恁先落来的，所以我今仔日要将即个福音转去遐。所以路加福音内底才会要配合即个主题啦。就产生咱上爱的遐个经文，咱上爱的耶稣的迄个parables， 拢总因为即个主题来产生。恁敢有爱即个好的撒玛利亚啦？啊？是安怎有好的撒玛利亚？啊？毋是，好的撒玛利亚人有一个去互拍到半死的，对毋对？迄人犹太人。三个人经过，一个是啥？一个祭司，一个啥？利未人，拢是同胞嘛。最后即个撒玛利亚人算啥？嘿，毋是外邦人啦，撒玛利亚人算非同胞啦，非同胞 ，OK， 非同胞。即个故事是咧回答啥人是我的厝边啊。耶稣的故事就是讲厝边无伫家己的人中间。即个看起来毋是厝边的，颠倒较像厝边。是安怎有即个可爱的故事？这就是即个主题，因为福音的 headquarters 要转向外邦人。你敢有爱另外一个故事prodigal son， 浪子回头。浪子回头。迄个浪子有一个哥哥呢。迄个故事毋是讲爸爸安尼浪子转来了爸爸偷迄个啥物台猪无台猪啦台就甲交代我手指就甲挂衫就无穿。你敢知影迄个故事毋是伫遮结束的？迄个故事结束伫佗？大囝嘛，大囝起无歹啊，无爱入去啊。我对你遮好是安怎complain。即个故事的大囝就是上边犹太人。prodigal son 上顶外邦人，伊就出去拍一阵啊。所以伊讲上帝较听遮的你毋免怨妒啊，你毋免拄啊起毛歹啊。这故事其实伫即个路加福音的 context 是一个最后一个讲来结束，就是17章11到19章，17章有一个故事，10个太哥的耶稣甲因医治。结果，嘿，9个犹太人不知去向，转来感谢耶稣的什么人？撒玛利亚人，毋是犹太人。是安怎？这拢路加才有的故事。是安怎？路加有遮尔济的迄落拢是犹太人伫这故事内底，毋是拢无伫 best light。拢咱想的有问题，毋过外邦人表现的比犹太人拢搁较好，这是呼应路加一贯的主题。所以马太前补马可，路加前补马可。马太的前补是内卷型的前补，因为对象是家己的人同胞，所以咧强调迄个律法的不可撼动性。甚至要修伊的精神到极致，毋过外扩型的路加呢，伊就是将福音的经济会传到地极。
我毋知影咱读遮个故事，恁的感想是啥？那我的感想啊，咱每一个人拢爱找咱的 context。伫即个北威州的所在也好，像我伫加州也好，阮拢爱针对阮的需要，看阮是要采取对一个耶稣的 portrait， 啊是要 combine 几个耶稣的 portrait， 因为咱逐个人的处境无相像，宣教的即个策略嘛应该无相像。所以我伫遮将即个即个我袂当真底讲，我惊我真底讲恁完全会听无。毋过小等下，咱今仔日有讨论的时间，我希望讲咱逐个人来小可想看，恁家己恁的教会有啥物特别的 context， 希望恁发出真理的声，是恁遮才有的，恁的人，你要接触的对象才有的，咱三甲谈。主啊，感谢你保守阮的时间做伙学习，求你继续带领下骹的时间，阮奉你的名来求，阿门。